天还是黑的，挂在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。你在深夜中睁开眼睛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但脑子却清醒得像白天一样。或许你看了一眼时钟，发现才凌晨3点半。或许你翻了个身，想着再睡一下就好，但心脏却开始跳得有点快，思绪开始转个不停，然后你就这样躺到天亮。如果你现在60岁或更年长，而且曾经在凌晨3点到5点之间醒来，请你把这支影片看到最后，因为如果你处理不当，就算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，都可能在无声无息中伤害你的心脏、大脑和精神健康。请让我知道你是从哪里收看的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留言并提出你可能有的任何问题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我知道很多人会说，半夜醒来就是失眠，就是老了睡不好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个想法不完全正确。半夜醒来不是病，而是身体在向你发送讯号。但如果你理解错了，你就会把原本自然的睡眠变成你的敌人。接下来我要说的3个行为，看起来无害，但却是导致成千上万老年人陷入长期失眠的真正原因。你可能每天晚上都在做，却不知道他们正在一点一滴地破坏你的睡眠品质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行为都让你的身体进入一种恶性循环，越想睡就越睡不着，越睡不着就越焦虑，越焦虑就越难入睡。但在我告诉你这3个危险的习惯之前，我需要先让你明白一件事：为什么你会在凌晨醒来？这不是偶然，也不是运气不好，而是有科学根据的。人体有一个秘密的时候，它不在你的手上，而是在你的大脑里。这个时钟叫做生理时钟，它控制着你什么时候想睡，什么时候会醒，什么时候精神最好。而当你年纪越大，这个时钟的运作方式就会改变。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给你听。当你还年轻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分泌大量的褪黑激素，这是一种让你想睡觉的荷尔蒙。褪黑激素多，你就能睡得深，睡得久。但随着年龄增长，褪黑激素的分泌量会逐渐减少，分泌得少了，深度睡眠的时间就变短了，你也就更容易醒来。不仅如此，你的生理节律也会提前。年轻时，你的身体可能在早上7点才下令叫你醒来，但到了60岁以后，这个指令可能提早到凌晨4点，甚至3点就发出了。这就像一栋房子，当守夜的人提早下班，清晨的阳光就会提早照进来。你的大脑也是一样，当它的守夜机制减弱了，外界的一点点刺激声音、光线，甚至只是膀胱微微的感觉，都可能让你醒过来。所以你看，半夜醒来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你生病了，这只是岁月带来的自然变化。但这个里有一个关键，醒来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你醒来之后做了什么。很多人以为醒了就要想办法强迫自己再睡回去，他们会盯着时钟，会盼命，闭上眼睛，会在心里不断念着我要睡着，我要睡着。结果呢，越这样做越睡不着，因为大脑不是机器，
你无法用命令的方式让它关机。相反地，当你越焦虑、越用力，大脑就越清醒。那该怎么办？答案很简单，不要对抗它，而是要理解它、接纳它，然后用正确的方式引导它。接下来，我要告诉你3个最常见也最危险的错误。如果你现在正在做这些事，那么从今晚开始，请你立刻停止。手机荧幕的光在黑夜中闪烁，就在那一刻，你的大脑启动了警报模式。很多人醒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伸手去拿手机，或者转头看床头的时钟。他们想知道现在几点，还能睡多久，明天会不会很累。但你知道吗？就在你看向那个发光的数字时，你的大脑接收到了一个强烈的讯号，现在是清醒的时候了。蓝光会刺激大脑中负责清醒的区域，同时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。更糟的是，当你看到时间，你的理性脑就会开始计算，现在3点半。如果我现在睡足，还能睡3个半小时，但如果睡不着呢，那明天一定会很惨。这种焦虑的思考会让你的身体分泌压力荷尔蒙皮质醇，皮质醇一升高，心跳加快，血压上升，你就彻底清醒了。所以如果你现在的床头有时钟，请把它翻过来，让荧幕朝下。如果你习惯把手机放在床边，请把它移到房间外面，或至少放在你伸手够不到的地方。不知道现在几点，有时候反而是让你睡得更好的方法。因为当你不去在意时间，你的大脑就不会陷入计算焦虑的陷阱。你只需要知道天还是黑的，我可以继续休息，这样就够了。记住，时钟不是你的朋友，它是你睡眠的敌人。从今晚开始，别再看它。我曾经有一位病人，姓刘，今年66岁，住在高雄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整个人非常疲惫，眼神里充满了无奈。他说：医生，我每天晚上都会醒来，然后我就盼命要自己睡回去。我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数羊，什么方法都试了，但就是睡不着。我越想睡，就越清醒。到最后，我甚至开始害怕上床，因为我知道又会是一场折磨。我问他：你在床上躺了多久？他说：有时候2个小时，有时候到天亮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当你在床上躺着，却睡不着的时候，你的大脑会开始把床和焦虑连结在一起。久而久之，一躺上床，你的身体就会自动进入紧张状态，因为他记得这个里是让我痛苦的地方。我告诉刘女士，身体不懂睡觉这2个字，她只懂放松。如果你躺了20分钟还是睡不着，不要硬撑起来，离开床，到客厅慢慢走一走，喝一小口温水，做几次深呼吸，让你的身体放松下来。当你感到倦意再次涌上来的时候，再回到床上，这时候睡眠会自然地找上你。不要把床变成战场，床应该是你休息的地方，不是你对抗失眠的地方。凌晨3点到5点是肾脏需要休息的时间，当你在这个时候灌水进去，这个器官就必须提早开工。这就像一辆刚熄火的车，
你又去踩油门，引擎会发出不协调的声音，整个系统会受到干扰。很多人半夜醒来，会觉得口渴，于是就喝一大杯水，他们以为这样可以帮助自己放松，再次入睡，但实际上这么做会带来2个问题。第一，大量的水会刺激膀胱，让你在1-2个小时后又想上厕所，再次打断睡眠。第二，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凌晨3点到5点是肺经运行的时间，也是身体最需要静养的阶段。这时候如果摄取过多水分，会增加肾脏和膀胱的负担，打乱身体的自然节律。那该怎么办？如果你真的觉得口乾，喝1小口水就好，就是让喉咙湿润的程度，不要一次喝下1整杯。节制就是对身体自然节律的尊重。你的身体有它自己的智慧，当你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，它就会用良好的睡眠回报你。但如果你违反了它的规则，它也会用失眠来提醒你，你做错了。这3个警告看起来简单，但却是成千上万人失眠的根源。如果你现在正在做这些事，从今晚开始，请停止。接下来，我要告诉你3个方法，帮助你重新找回平衡的夜晚。当双手互相摩擦，温热慢慢传到手臂，身体接收到一个讯号，我是安全的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有科学根据的。当你用手掌互相搓热，然后轻轻按摩你的手腕、手臂，甚至是脚底，你启动了身体的副交感神经系统。这个系统负责让你放松，让心跳变慢，让血压下降，在中一里。手掌和脚底有很多重要的穴位，当你温柔地按摩这些部位，你不仅是在让肌肉放松，也是在告诉你的内脏，现在可以休息了。你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巧，只需要在床上用一只手的掌心摩擦另一只手的手背，来回几次，直到感觉到温热，然后用温暖的手掌轻轻包住你的手腕，按摩你的前臂。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坐起来，用手掌摩擦脚底。脚底有一个叫做涌泉穴的地方，在脚掌前1/3的中央凹陷处，轻轻按摩这里，可以帮助你安神、降火、促进睡眠。做这些动作的时候，不要急，不要用力，只要轻柔就好。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，一边按摩，一边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呼气。每天凌晨醒来的时候，这就是你对身体说，我还在这里，我很平静的方式。你会发现，当你的身体感受到温暖和关注，它会变得更愿意放松，更容易再次进入睡眠。当脑子里充满焦虑的时候，让手写下3件让你感到感恩的小事。这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效果却非常强大。神经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，当你写字的时候，你的大脑会从焦虑模式切换到理性模式。写作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，它需要你的前额叶皮质参与，而这个区域负责逻辑思考合情绪调节。当你专注在写字这件事上，那些让你焦虑的念头就会暂时推到背景。更重要的是，当你写下感恩的事情，你的大脑会释放血清素和多巴胺这2种神经传导物质，会让你感到平静和快乐。
你不需要写很多，3件事就够了。而且这些事可以非常非常小。今天喝的那杯茶很香，孙子打电话给我，声音很开心。早上的阳光照在窗台上，很温暖。写完之后，把笔放下，看着那些字，深呼吸一次，你会发现，你的心变得柔软了一点，那些原本让你烦躁的事情，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了。在床头柜放一本小笔记本和一支笔，不要用手机打字，要用手写，因为手写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冥想，一种疗愈。每一行字都是一颗天然的安眠药。当你把感恩写下来，你就是在告诉大脑，我的生活里有很多美好，我不需要焦虑。大脑无法同时感到焦虑和专注于当下。当你把注意力放在此时此刻，恐惧就会消失。这个方法叫做54321感官冥想，它非常简单，却非常有效。当你在床上躺着睡不着的时候，不要急着要自己放空或不要想，因为这样做只会让你更焦虑。相反地，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感官上，找出5样你可以看见的东西，可能是天花板的纹路、窗帘的颜色、床头柜的轮廓、墙上的影子、房门的边缘。找出4样你可以触摸到的东西：棉被的质感、枕头的柔软、床单的温度、你自己手指的触感。找出3种你可以听见的声音，可能是外面的风声、远处的车声、你自己的呼吸声。找出2种你可以闻到的气味，可能是房间里淡淡的香氛、棉被上洗衣精的味道。找出1种你嘴里还留住的味道，可能是晚餐的余味、刚喝过的水，或者是你自己口腔的味道。在做这些的时候，慢慢的深呼吸，吸气数到4，呼气数到6，让呼吸变得又深又慢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专注在这些细节上，那些让你焦虑的想法就慢慢淡去了，因为大脑一次只能专注在一件事上。活在当下，就是人类战胜失眠的方式。凌晨3点不是不吉利的时刻，它是身体送给你的礼物，提醒你停下来，聆听，然后好好爱自己。你知道吗？历史上很多伟大的人物都懂得利用这一段宁静的时光，他们在这个时候写作、思考，或只是静静地坐着，让心灵重新充电。因为在凌晨3点，世界是安静的，没有电话，没有打扰，没有杂音，只有你和你自己。这是一段珍贵的时光。如果你懂得善待它，从现在开始，如果你在黎明前醒来，不要恐慌，不要焦虑，把它当作是你和自己心灵的一场小约会。你可以轻轻按摩你的手掌，感受温暖在掌心流动。你可以拿起笔，写下3件让你感恩的事。你可以闭上眼睛，用54321的方式，把自己带回当下。不要对抗你的身体，而是要理解它，接纳它，温柔地对待它。因为你的身体一直都在为你努力，它用了自己10年的时间陪你走过风风雨雨，现在它只是需要你多一点耐心，多一点理解。如果今天的分享让你对自己的身体有更多的认识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也许你正在帮助他们找回一夜好眠。祝福你每一次醒来，都是一次慢活，都是一次更平安的生活。晚安，或者应该说
凌晨，好愿你的每一个夜晚都充满宁静与平安。